你係咪都試過咁嘅經歷？夜晚發咗個夢，醒咗之後，個夢境依然清清楚楚。你記得夢入面嗰陣風吹過塊面嘅微涼感覺，記得路邊一枝草嘅紋理，甚至記得某個素未謀面嘅人同你講過嘅一句說話。嗰種真實感，真實到令你坐喺張床度發呆，分唔清究竟邊先係現實。但係當你同身邊啲老友記傾起，總會有人拍下心口同你講：我就好啦，晚晚一覺瞓天光，連夢都唔多過，不知幾精神。你發咁多夢，證明你瞓得唔好啊！你以為佢真係瞓得好？你以為記唔住夢就代表睡眠質素高？其實唔係。今日我想同你拆解一個被世人誤解咗好耐嘅真相：記唔住夢根本唔係因為你瞓得好，相反係因為你嘅靈覺，即係我哋佛學入面講嘅神識，俾厚厚嘅無明同業障包得實一實，跌落咗一種死寂嘅混沌入面。而如果你能夠完整咁回憶起夢境嘅細節，呢個絕對唔係咩神經衰弱，而係意味着你嘅靈覺整夜未眠。呢種特質係極少數人先至擁有嘅。要講清楚呢件事，我哋首先要明白究竟瞓覺係一回事。古人有句話講得好透徹，佢哋將瞓覺叫做小死，即係短暫嘅死亡。你聽落可能覺得大吉大利，但查實呢個比喻非常之精準。當你對眼一合埋，呼吸變慢，你個肉身就好似一件擺喺一邊嘅假衫，或者一件除低咗嘅衫，暫時停止咗對外面世界嘅攀緣同感知。但係你嘅神識呢個時候並冇跟住肉身一齊沉睡，佢脫離咗肉身嘅枷鎖，去咗另一個維度遊歷。佛學入面有一部好出名嘅經典叫做《中鏡錄》，入面用咗好深奧嘅字眼去解釋我哋嘅意識，但我轉做大白話同你講，其實就係話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極之深嘅夾萬，佛學叫佢做第八識，即係阿賴耶識。呢個夾萬裝住啲乜？裝住我哋生生世世嘅業種，即係話你過去做過嘅好事、壞事，講過嘅一句尖酸刻薄嘅說話，又或者係無意中幫過人嘅一個善念，全部都會化成一粒粒種子，鎖晒喺呢個大夾萬入面。日頭我哋清醒嗰陣，對眼要睇嘢，對耳要聽聲，個腦要諗住點樣賺錢，點樣湊孫，點樣同人打交道。我哋前五識不斷向外揸取，搞到個心好亂，根本冇空間去打開呢個夾萬。但係一到夜晚，你入睡咗，眼耳口鼻停工，你不再受外面嘅花花世界干擾。呢個時候，阿賴耶識入面嘅業種就會趁住因緣和合，慢慢浮現出嚟，變成你嘅夢境。所以夢境從來都唔係大腦亂放嘅電影，而係你最真實嘅業力顯現。既然每個人都有業種，點解有啲人記唔住夢？嗰啲自窩倒頭就睡，無夢到天光嘅人，其實佢哋並唔係冇發夢，而係佢哋嘅生命磁場太過雜亂，神識被無明煩惱同厚重嘅業障遮蔽住，就好似一塊蒙咗厚厚灰塵嘅鏡，又或者係一潭攪勻咗泥沙嘅濁水。夜晚當業種現形嘅時候，佢哋嘅神識喺混沌之中浮沉，根本睇唔清任何影像。醒咗之後，啲夢境就好似指尖流走嘅沙，轉眼就冇晒，剩低嘅可能只有莫名其妙嘅疲倦，或者係一肚無明火。呢啲人日頭被外境綁死，夜晚被無明扯實，其實係好可悲嘅。而你，如果你係嗰個能記住夢境細節嘅人，你應該感到慶幸，因為呢個證明咗你嘅第六識敏順度遠超常人，你嘅生命磁場相對清澈，就似一潭淨水，能夠清晰咁映照出阿賴耶識入面浮現嘅業力種子。你嘅神識冇被厚重嘅業障完全拖垮，所以能夠喺虛實嘅邊界自由穿梭，將夢入面嘅所見所聞原原本本咁帶翻去現實。呢種清明嘅神識唔單止令你可以睇清自己嘅內心，有時甚至會為你打開一道門，令你接觸到一啲超越常理嘅因果同預兆。相傳喺舊陣時，有一位神識極度清明嘅古人，名叫做陸景。呢位陸老闆生意做得好大，個人亦都好精明，但係佢同普通嘅生意人有少少唔同，就係佢由細到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特質，佢極之記得到自己發過嘅夢，而且每次醒返，夢入面嘅場景都好似啱啱發生過咁真實。有一日夜晚，
陸景又發夢，喺夢入面，佢去到一間自己從未見過嘅古舊寺廟，嗰度古木參天，後院有一棵好大嘅老槐樹，樹下面坐住一位着住素色布衣、眉毛白晒嘅老和尚。老和尚見到陸景行過嚟，無端端微微笑，好慈祥咁伸手遞咗一串舊佛珠俾佢。陸景接過串佛珠，一數，一共有18粒。神奇嘅係，每一粒佛珠上面都用好細嘅字刻住一個佛字。老和尚同佢講咗一句好玄妙嘅話：業種現形，夢境為鏡，守心不迷，方見本真。呢個夢實在太逼真。陸景伸手去接佛珠，嗰一刻個心無端端震咗一下，就咁驚醒咗。醒嚟之後，佢發現自己成身汗，而且最離奇嘅係，佢隻手心竟然仲隱隱約約殘留住一種好溫軟、好舒服嘅觸感，就好似啱啱真係摸過嗰串佛珠咁。夢入面老和尚嘅笑容、老槐樹葉投射落嚟嘅陰影，甚至連佛珠上面那些微嘅磨損紋路，都清清楚楚咁印喺佢腦海裏面，抹都抹唔走。陸景覺得呢件事好黐累，佢唔係一個迷信嘅人，但呢個夢令佢個心根本定唔落嚟。到咗第二日一早，佢推晒所有生意上嘅應酬，決定順住夢入面嘅記憶去城郊外面碰下運氣。城郊確實有一間好出名嘅古墓，叫做隱松寺。陸景以前從來未去過，當佢第一次踏入隱松寺後院嘅時候，眼前的景象令到佢成個人呆立當場，頭皮發麻。後院裏面果真挺立住一棵巨大嘅老槐樹，無論係樹幹嘅形狀，定係枝葉搖曳嘅姿態，竟然同佢昨晚夢境裏面見到嘅一模一樣，分毫不差。陸景個心跳得好厲害，佢慢慢行到嗰棵老槐樹下面，蹲低身喺堆滿落葉嘅草叢入面仔細搜尋。結果當佢撥開一片厚厚嘅枯葉嗰陣，佢對眼定晒，草地上面真係靜靜咁躺着一串舊佛珠。陸景顫抖咁用手執起串佛珠，仔細一數，18粒。再攞近啲一睇，每一粒佛珠上面果真用微雕嘅工藝刻住一個小小的佛字，無論係佛珠嘅大細、包漿嘅色素，定係上面嘅紋路，同佢夢入面老和尚遞俾佢個串完全一模一樣。陸景嚇到出咗一身冷汗，佢覺得自己好似跨越咗現實同虛幻嘅邊界。佢即刻拿着呢串佛珠去拜訪隱松寺嘅老方丈。方丈接過串佛珠，輕輕用手指摸索着，臉上露出咗一種看破世事嘅溫和笑容。方丈同陸景講：陸居士，你唔使驚，你能記住夢境嘅每一個細節，仲能喺現實裏面揾到呢串佛珠，呢個絕對唔係咩妖術，亦都唔係撞邪，呢個係因為你嘅神色極之清明，你嘅第6識已經能夠跨越虛實，照見到你第8識阿賴耶識裏面嘅宿世業種。陸景聽得一頭霧水，連忙請教方丈，乜嘢叫做宿世業種？方丈不慌不忙，一邊撥弄住佛珠，一邊用大白話同佢解釋：原來我哋每個人生生世世所做過嘅善行同惡行都不會消失，它們會變成一粒粒種子，藏喺我哋最深層嘅意識，即係阿賴耶識裏面。當因緣成熟嘅時候，呢啲種子就會以夢境或者現實中嘅際遇顯現出嚟。方丈望住陸景，好感嘆咁講：普通人嘅心裝滿咗太多對名利嘅執着，日頭起心動念全部都係貪嗔癡，到咗夜晚瞓覺，佢哋嘅神識就被呢啲厚重嘅煩惱業障好似黑布咁蒙住，所以發夢都係混沌一片，醒咗乜都記唔起。但陸居士你唔同，你嘅生命磁場生來就比較澄澈純正，你能記住夢境，說明你嘅第6識喺夜晚擺脫咗肉身嘅限制，能夠自由穿梭。呢串佛珠其實係你前世修行時留落嚟嘅信物，係你嘅善業種子喺夢中指引你嚟同佛法重逢啊！陸景聽完方丈呢番話，整個人豁然開朗，佢終於明白點解自己由細到大總會發一些奇奇怪怪但又真實無比嘅夢。原來那些夢境從來都唔係大腦嘅胡思亂想，而係自己生生世世累積落嚟嘅因果，喺對自己嘅靈魂進行緊一場無聲嘅對話。從嗰日起，陸景做生意不再一味追求賺到盡，佢開始跟隨方丈修行，誦經、布施、
學會用清靜嘅心去對待身邊嘅人。隨着心境嘅改變，佢發現自己嘅生命磁場越來越平靜，有力量，而夢境也變得越來越祥和、清澈。但係硬幣總有兩面，陸景因為神色清明，可以透過夢境睇到因果，重回正道。但在同一座城市裏，卻有另外一種人，他們一輩子都記唔住夢，甚至自以為活得很現實，卻在無形中一步步將自己推向了命運嘅萬丈深淵。喺我哋身處嘅呢個社會，有太多太多呢種人，我哋姑且叫佢做姚權啦。姚權係個咩人呢？由後生到中年，佢都係嗰種絕對唔輸得嘅人。做生意要賺到盡，一分一毫都要計得清清楚楚。屋企分身家，佢一定要霸最大嗰份，甚至乎落街市買棵菜，佢都可以為咗幾毫子同個小伴挨霎一大餐。佢成日同啲街坊老友認叻，拍住心口話：你睇我晚晚一撻落床就扯鼻鼾，咩夢都冇，朝早起身又可以繼續去爭過。你哋成日發埋啲無聊夢，即係諗得太多，唔夠現實啦。身邊好多人都好衰冇佢，覺得佢為人夠硬淨。現實生活裏面實唔會吃虧，但係佢哋根本唔知道，姚權呢種所謂嘅好瞓冇夢，其實係一種好危險嘅生命狀態。佢以為自己緊緊咁揸實咗現實，現咗全世界，但查實佢早就輸咗最大嘅底牌。佢嘅靈覺，即係佢嘅神識，已經徹底盲咗。點解咁講呢？地藏經入面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入肉，連小學生聽完都會明。經文話：南閹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用我哋嘅大白話講，即係乜嘢？即係話你唔好以為自己冇殺人放火就叫無罪。你每一分每一秒喺度算計人、貪心、妒忌、發無明火，就算你冇真係做到出嚟，你個心每喐一下，就已經種咗一粒黑掹掹嘅業力種子，跌咗入去你心底嗰個叫阿賴耶識嘅夾萬度。你試下回想下自己，或者睇下身邊嘅人，有冇試過為咗仔女嘅學業，為咗層樓加息，或者為咗親戚一句唔好聽嘅說話，搞到自己日日提心吊膽，怨氣沖天。姚權就係咁，佢日日夜夜個腦都係錢，都係點樣防人，都係點樣攞着數。佢嘅生命磁場早就積滿咗厚厚嘅戾氣同混沌。到咗夜晚，本來係一個人嘅神識暫時脫離肉身枷鎖，去清洗同休息嘅大好時機。神識清明嘅人就好似一塊抹得乾乾淨淨嘅鏡，夜晚可以照出夢境嘅輪廓。但姚權呢？佢塊鏡鋪滿咗幾十寸厚嘅灰塵，佢嘅神識俾嗰啲厚到好似泥漿咁嘅無明同業障包得實一實。佢唔係冇發夢，而係佢個靈魂喺泥沼裏面浸住，漆黑一片，沉重到根本浮唔起嚟。業種喺底度亂咁撞，但上面被厚厚嘅貪嗔癡壓住，連一個清晰嘅畫面都結集唔到。醒咗之後，佢覺得好似瞓咗一覺，但其實佢個神識喺嗰個混沌嘅黑暗空間裏面，攰到不得了。一個生命磁場亂晒大龍，靈覺被徹底封死嘅人，現實生活又點可能真係順順利利？冇錯，開頭幾年，姚權好似好風光，賺咗啲錢。但慢慢因果嘅反圖就嚟啦。有一年，姚權為咗爭一塊好值錢嘅地皮，同親生兄弟反目成仇，打官司打到自己周轉不靈，爭落一身差。跟住佢啲仔女又因為錢嘅問題，同佢反面唔認人，個個搬走晒。逢年過節連個電話都冇。佢由一個意氣風發嘅有錢佬，變成一個眾叛親離、身體又越嚟越差嘅阿伯。最令佢崩塌嘅係，佢以前引以為傲嘅倒頭就睡，突然之間失效咗。佢開始晚晚眼光光等天光，就算勉強食半粒藥合埋眼，個腦入面都係一啲令佢好驚、好心寒，但醒翻又完全記唔起嘅黑色碎片。佢每日都活喺一種莫名其妙嘅恐懼同焦慮入面，覺得周圍嘅人都要害佢，覺得個天對佢好唔公平。佢跌落咗一個自己一手編織嘅迷夢入面，無法抽身。佢以為揸緊咗錢同面子就係現實，點知呢啲現實反過來將佢逼到埋牆角。姚權終於驚啦，
佢頂唔順呢種生不如死嘅折磨，經一個舊朋友介紹，佢拖住疲倦不堪嘅身軀，去咗隱松寺揾一位老禪師求救。佢帶住滿腔嘅委屈，準備咗一大封利是，心諗住老禪師實會幫佢算客命，睇下係咪屋企風水出咗問題，又或者幫佢做場法事，趕走身邊啲小人。但係老禪師見到佢，冇同佢算命，冇收佢封利是，亦都冇幫佢消災解難。老禪師只係叫沙彌裝咗一碗水，擺喺耀權面前。耀權望住嗰碗水，突然之間雙腳一軟，砰痛一聲跪咗喺地，眼淚直飆。嗰碗平平無奇嘅水入面，究竟藏住咗乜嘢天機？究竟有咩法術？查實乜符水都唔係，就係一碗喺自母後山含翻嚟嘅井水，碗底沉住少少泥沙。老禪師一句話都未講，只係攞起台面一支竹籤，伸入去嗰碗原本睇落去好清澈嘅水入面，輕輕攪咗幾下，就係呢幾下，碗底嗰啲泥沙瞬間翻騰上嚟，成碗水即刻變得灰蒙蒙、污濁不堪，乜都睇唔清。耀權望住呢碗焗水，點解會突然雙腳一軟跪低喊？因為佢喺嗰一秒鐘，突然之間睇見咗自己，佢幾十年嚟嗰種講唔出嘅焦慮，嗰種晚晚瞓唔着或者發埋啲醒咗記唔起嘅混沌噩夢，原來就係呢碗被攪隔咗嘅泥水。老禪師望住跪喺地度喊到收唔到聲嘅耀權，嘆咗口氣，慢慢同佢講咗一個幾百年前嘅故事。相傳喺明朝中葉，有一位姓裴嘅官員，呢位裴大人後生嗰陣聰明絕頂，但係份人極之貪心，我哋話就係算死草。佢為咗自己上位，不擇手段咁踩住同僚上，為咗掠水，連翳腮嘅錢佢都敢從中落格。表面上佢風光無限，屋企金銀珠寶堆到一座山咁高，出入都有大把人傍住。但係裴大人有一個對外人絕對唔敢提嘅隱疾，佢晚晚都瞓唔到覺，就算請盡天下名醫，食盡最貴嘅安神藥，佢勉強合埋眼，個腦入面都好似有千軍萬馬喺度打交咁。佢從來都記唔起自己發過咩夢，每次醒返都只係覺得成身赤痛，好似俾人掰住嚟打咗一晚咁，飆晒冷汗。後來裴大人嘅報應終於嚟啦，佢因為得罪咗權貴，被人罷免咗官職，身家被抄，屋企人又惹到怪病，佢由一個高高在上嘅大官跌落谷底，變成一個落魄阿伯，走投無路之下，裴大人去咗一間深山古寺，求見當時一位好有修為嘅高僧。佢問高僧：點解我以前有權有勢嗰陣，晚晚冇夢，淨係覺得攰，到而家一無所有，我依然係晚晚眼光光，個心好似俾大石砸住咁，我究竟得咗咩怪病？當時嗰位高僧做咗一個同今日老禪師一模一樣嘅動作，佢攞咗一碗沉住泥沙嘅水，攪隔佢，然後同裴大人講：大人，你冇病，你係業障太重，神識被封死咗。高僧用大白話同佢解釋：我哋每個人嘅靈覺，即係第六識，原本就好似一碗清水咁清澈，可以照見天地，可以喺夜晚入睡後清晰咁感知阿賴耶識第八識裏面嘅景象，化成清明嘅夢境。但係你日頭起心動念，全部都係貪嗔癡，全部都係算計人、害人。呢啲惡念同惡行，就好似一把又一把嘅泥沙，不斷咁倒落你心底嗰碗水入面。你以為自己好叻，賺到盡，但其實你係將自己個靈覺活埋緊。一到夜晚，當你神識想休息、想觀照自身嘅時候，你日頭做落嗰啲業力就會翻騰，泥沙蔽日，隻水沉沙，你嘅靈覺喺泥漿入面掙扎，根本連一個完整嘅夢境都結集唔到。水清先可以照見月亮，水焗你連自己個樣都睇唔清。高僧望住裴大人話：你晚晚覺得攰，記唔起夢，係因為你個靈魂喺泥沼入面浸到就嚟窒息啦。老禪師講完呢個故事，將台面嗰碗淥水推到耀權面前，語重心長咁講：耀權，你同幾百年前嘅裴大人隔咗幾個朝代，但你哋惹埋嘅病係一模一樣嘅。你以為自己喺商場上贏咗親兄弟，贏咗對手，你以為嗰啲係現實嘅勝利，查實你每贏一次就係向自己個心度倒一殼泥沙。你而家眾叛親離，晚晚驚到瞓唔着，
就係你嘅靈覺喺度向你求救啊！耀權聽完，成個人軟晒。佢以前成日笑陸老闆嗰啲人發夢係唔切實際，笑人哋信因果係迷信。直到呢一刻，佢終於醒覺，原來一直以嚟最愚蠢、最睇唔清現實嘅人就係佢自己。佢以為自己揸住幾千萬身家就係安全感，點知自己個生命磁場早就變成咗一個發臭嘅泥沼。佢流住眼淚問老錢師：師傅，碗水已經得到咁，我大半世人積落嚟嘅泥沙仲有得救咩？我點樣先可以將碗水變翻清？老錢師微微笑，指住個碗水：你睇下，只要你停手，唔再搞佢，泥沙自然會慢慢沉落去，水最終都係會清嘅。呢句話聽落好簡單，但要一個爭奪咗大半世嘅人真正停手，談何容易？但係人到絕境，總會爆發出一股置之死地而後生嘅力量。當耀權離開忍松子之後，佢做咗一個連佢身邊所有人都跌爛眼鏡嘅決定。當佢真係合起心肝，放低嗰件佢同親生兄弟爭咗大半世，搞到對簿公堂嘅爛攤子，決定一筆勾銷嗰一刻，有一晚，佢終於可以安靜咁瞓喺張床度。耀權嗰晚合埋眼，喺嗰個困咗佢幾十年、黑掹掹又令人唞唔到氣嘅無夢心園入面，究竟睇到啲乜？佢竟然睇到一朵蓮花，冇錯，喺一片死寂嘅黑暗之中，有一朵好恬靜、散發住微弱白光嘅蓮花，慢慢咁綻放。雖然只係一個好短暫、好零碎嘅畫面，閃一下就過咗，但係嗰種難以形容嘅清涼同平靜，係佢大半世人就算賺幾多千萬都未曾感受過嘅。當佢第二朝擘大眼醒返，佢發現自己竟然冇流冷汗，心跳亦都好平穩。雖然依然覺得有啲攰，但係嗰個蓮花嘅畫面清清楚楚咁印咗喺個腦入面。呢個係佢幾十年嚟第一次記得到自己發過咩夢。點解會咁神奇？尋日老錢師先至點醒佢，今日就即刻見效。其實道理好簡單，因為耀權真係停手啦。當佢打電話俾律師，話要撤銷對親生兄弟嘅訴訟，當佢決定將嗰塊爭到頭崩額裂嘅地皮放手嗰一刻，佢心底嗰碗被攪足幾十年嘅濁水，終於停止咗翻騰。佢身邊啲生意拍檔笑佢黐線，以為佢老人痴呆。佢對手就覺得佢肯定係患咗絕症，先會突然轉死性。但係耀權自己心知肚明，佢唔係認輸，佢喺度救緊自己條命，救緊自己個靈魂。我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入面有一句好出名嘅話，相信好多老友記都聽過：心無聊礙，無聊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點解我哋平時會發埋啲顛倒夢想？點解會無端端驚慌恐怖？因為你個心欲愛得太多嘢，你掛住層樓跌咗幾多錢，掛住新抱尋日俾面色你睇，掛住舊年爭人嗰幾千蚊未追得返，你個心就好似一個裝滿大石嘅背囊，你孭住佢去瞓覺，你個神識點可能飛得起？點可能睇得清？你可能會問，我都知要放低，但係現實生活咁多煩惱，點可能話放就放？我點樣先可以好似耀權咁，將自己生命磁場裏面嗰啲泥沙清走，令到神識變翻清明？其實洗清生命磁場，減輕業障，絕對唔係叫你即刻剃頭出家，亦都唔係叫你咩都唔做喺度等食。古代德教落，普通人要淨化自己，只需要喺日常生活入面做好3件好簡單嘅事。第一件叫做止惡，即係話由今日開始，唔好再向你心底個碗水入面倒泥沙。當你想發脾氣鬧人嗰陣，忍住3秒鐘；當你想為咗幾毫子同人斤斤計較嗰陣，算啦，由得佢。你每一次忍住唔發作嘅惡念，每一次放棄去佔人便宜嘅貪念，就係截斷咗一條新嘅業障。你唔再做新嘅惡業，舊嘅泥沙先有機會慢慢沉底。第二件叫做觀心，每日抽15分鐘出嚟，乜都唔好做，連手機都唔好睇，你就咁靜靜地坐喺度，留意住自己嘅呼吸，一呼一吸。當個腦入面又浮起衰仔唔聽話，隔籬屋隻狗好嘈呢啲雜念嘅時候，唔好去壓抑佢，由得佢浮上嚟，然後慢慢睇住佢散開。呢個過程就好似你攞住塊布，慢慢咁抹緊你神識嗰塊鏡。日子有功，你塊鏡就會越來越光。
第三件叫做行善還債，你以前爭落人哋嘅感情債、口業債，係時候要還，唔一定要捐好多錢，你對看更講句早晨，對屋企人多啲笑容，買少少嘢食餵下流浪貓狗，呢啲全部都係行善。善業就好似一股清泉，會慢慢注入你嘅生命磁場，沖淡嗰啲困途嘅泥漿。耀權就係照住呢3步去做，開頭嗰幾個月佢依然會失眠，依然會覺得心浮氣躁，畢竟幾十年嘅業障，點可能幾日就清得晒？但係佢冇放棄，每日堅持念經、打坐，學識對人慈悲，慢慢咁，佢塊面上面嗰種兇狠嘅烈氣唔見咗，成個人變得祥和。雖然佢身家冇以前咁厚，但係身邊啲舊朋友開始願意同佢飲茶，仔女見佢脾氣好咗，都肯帶孫返嚟食飯。佢嘅生命磁場真係肉眼可見咁變緊。直到有一晚，耀權迎嚟咗佢人生第一次真正清明澄澈嘅夢。喺夢入面，佢去到一個好清幽嘅山谷，天好藍，藍到好似洗過咁。山谷入面有一潭好清嘅湖水，湖面上開滿咗一朵朵潔白嘅蓮花，微風吹過，帶住一陣好淡嘅清香。湖邊坐住一位着住灰袍嘅出家人，正在閉目誦經。誦經嘅聲音好溫柔，好似可以直接穿透佢嘅靈魂。耀權慢慢行過去，嗰位出家人張開眼，對住佢微微一笑，講咗8個字：業障漸消，神色清明。跟住耀權就醒咗，醒嚟嗰一刻，佢成個人覺得好輕好輕，好似啱啱浸完一個溫泉咁舒服。夢裏面湖水嘅波紋、蓮花嘅香味、出家人嘅笑容，全部歷歷在目。佢感動到眼淚流滿成塊面。佢終於明白，原來真正嘅好瞓唔係好似一根木頭咁死寂無夢，而係你嘅神識喺擺脫咗業障嘅枷鎖之後，能夠喺虛實交界嘅地方自由自在咁呼吸，照見到生命最清淨嘅本貌。第2日一早，耀權興奮到不得了，即刻搭車去忍松寺揾老禪師，將自己呢個夢完完整整咁講出嚟。佢甚至好沾沾自喜咁問老禪師：師父，我而家連夢都記得咁清楚，係咪即係我已經開咗天眼？我以後係咪可以靠發夢去預知邊單生意會賺大錢，邊隻股票會升？老禪師聽完，原本笑緊嘅面突然一沉，當頭就潑咗佢一盆冷水。如果你咁諗，你只係將啱啱洗乾淨嘅一碗水又重新倒落屎坑度。點解老禪師會講得咁重？記住夢境唔係一件好事咩？點解當你以為自己掌握咗玄學嘅秘密，想靠夢境去趨吉避凶嘅時候，反而會跌入另一個更可怕、更萬劫不復嘅深淵？道理其實好簡單，但係有好多學佛或者對玄學有興趣嘅老友記，成日都會踩入呢個誤區。你諗下，耀權之前點解會晚晚冇夢、晚晚失眠？就係因為佢個心裝滿咗對名利嘅貪念，日日夜夜算計住點樣認人，搞到自己個生命磁場好似一碗攪質咗嘅泥水咁，神識被厚厚嘅業障封死晒。而家佢好唔容易放低咗一啲執念，開始行善積德，令到啲泥沙慢慢沉淪，神識終於有少少清明，睇到一朵清淨嘅蓮花。但係當佢個靈覺啱啱恢復少少敏進度，佢第一時間諗到嘅係乜嘢？係點樣利用呢種清明去預知未來，去股市度贏錢，去擴大自己嘅貪欲？呢個就好似你千辛萬苦將一塊蒙晒塵嘅鏡抹乾淨，但你唔係用佢嚟照見自己嘅內心，反而係攞佢照一堆新嘅垃圾。你用一個清淨嘅神識去攀緣世俗最群體嘅慾望，結果會點？結果就係嗰碗好唔容易清咗少少嘅水，會瞬間被你更大嘅貪念再次攪吉。而且今次仲危險，因為你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有咗特異功能，有咗玄學嘅庇佑，你會變得更加傲慢。呢個就係佛學入面講嘅走火入魔。老禪師望住耀權，語重心長咁講：耀權，記住夢境，從來都唔係老天爺想俾你嘅6合彩號碼，亦都唔係俾你用嚟趨吉避凶嘅算命工具。夢境係老天爺交俾你嘅一把鎖匙，一塊鏡。當你塊鏡乾淨咗，佢係用嚟俾你睇清自己滿身嘅灰塵，等你可以繼續去清洗自己嘅業障。
唔係叫你攞住塊鏡去炫耀嘅。耀權聽完呢番話，猶如當頭棒喝，嗰一刻佢徹底醒晒，佢終於明白，所謂嘅玄學，所謂嘅夢境預兆，根本唔係外在嘅神仙法術，而係你內心最真實嘅投射。你個心有貪念，夢境就會變成混沌嘅黑洞；你個心清淨，夢境就會化成指引你修行嘅白蓮花。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回顧下成件事。無論係清朝嗰位靠夢境揾翻宿世佛珠嘅陸老闆，定係由滿身烈氣、無夢失眠，最終喺放低執念後迎來清明夢境嘅耀權，佢哋嘅故事其實都印證咗一個我哋由開頭就講緊嘅真相：瞓覺。古人話係小死，係短暫嘅死亡。呢個比喻唔係用嚟嚇你，而係要令你生起一種敬畏之心。每一晚，當你合埋眼，肉身停止運作，你嘅神識就會脫離枷鎖。呢個時候就係你生命磁場最真實、最毫無掩飾嘅時刻。你能唔能夠完整回憶起一個夢境，甚至係夢入面一陣風、一滴露水嘅細節，絕對唔係單純嘅大腦生理現象。呢個係你嘅靈覺，你嘅第六識喺虛實邊界穿梭嘅能力體現。記唔住夢或者晚晚發惡夢嘅人，唔好再自己話瞓得好好，好現實啦。你嘅神識可能已經被無名煩惱同厚重嘅業障包到實一實，只能夠喺混沌入面沉浮。你以為自己喺現實裏面揸得好緊，但其實你個心早就攰到透支，生命磁場雜亂無章。而如果你係嗰啲極少數能夠清晰記住夢境嘅人，我恭喜你，你嘅神識相對清明，業障較輕。但係請你記住老前師嘅教誨，唔好將呢種清明當成炫耀或者貪求世俗利益嘅工具。老天爺賦予你清明嘅靈覺，係要你透過夢境觀照自己嘅阿賴耶識入面仲有幾多未解嘅宿世業種，係要你借假修真，借住夢境嘅啟示喺現實生活入面更好地修正自己嘅言行，行善積德，令自己嘅生命磁場變得更加澄澈，更加有力量。其實我哋每個人嘅心底都有一碗水，有啲人嗰碗水日日被貪嗔癡攪動，窄到連自己個樣都睇唔清。有啲人願意靜下心嚟，止惡行善，等泥沙慢慢沉亂，終於照見到天上面嘅明月。修心就好似一世人都要做嘅清潔工，你唔可能抹一次鏡就永遠唔惹塵埃。只要你仲喺呢個世間生活，你就無可避免會沾染煩惱。但只要你肯每日抽少少時間觀客心，放低啲無謂嘅執着，你嘅神識自然會慢慢變返清明。到時你就會發現，你唔需要去求神問卜，亦都唔需要去算命睇相，因為你清明嘅生命磁場自然會為你吸引最好嘅善緣。你清澈嘅靈覺自然會帶領你行出一條最平安、最自在嘅路。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啟發，不妨訂閱呢個頻道，我哋一齊喺修行嘅路上慢慢行，慢慢悟。最後，我想同大家做個小互動。我知生活好艱難，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大石。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寫出嚟，個心會鬆啲。當你將泥沙倒出嚟，你心底個碗水就會開始變清。祝願大家今晚都有一個清明自在嘅好夢。